好高興我哋連續3年獲得卓越僱主大獎，衷心感謝星島集團同埋市場對 Peoplebank 嘅肯定同埋支持。尤其是而家充滿挑戰嘅經濟環境中，再次獲得呢個獎，充分展現每位員工嘅共同努力嘅成果。Peoplebank 與眾不同之處，源於我哋獨特嘅文化同埋使命。我哋堅信以人為本嘅核心理念，關注嘅唔淨止係業務嘅成功，更加注重員工嘅幸福感同埋職業嘅發展。我哋致力於營造一個包容、多元化並且具啟發性嘅工作環境，讓每一個員工都可以找到佢哋歸屬感，同埋充分發揮佢哋嘅潛能。我哋企業嘅文化突出創新同埋協助，鼓勵員工以開放嘅心態迎接挑戰。同時，我哋亦都提供完善嘅資源同埋支持，幫助每一個員工實現佢個人嘅目標。喺過去1年間，我哋取得以下嘅重要里程碑：業務嘅轉型，根據市場嘅需要，靈活調配策略同埋資源，以保持我哋嘅競爭力。另外，我哋推動自動化，優化我哋嘅系統，精簡業務嘅流程，提升營運效率，並協助員工創造更多價值。我哋相信我哋係符合最佳卓越僱主大獎標準嘅核心原因係以下幾點嘅：員工福祉，我哋提供具有競爭力嘅薪酬與福利，並設立心理健康支持計劃，確保員工身心健康。學習與發展，我哋定期舉辦培訓課程，設立清晰嘅職業發展路徑，幫助員工不斷咁樣成長。多元同埋包容，我哋推行性別平等同埋文化嘅包容，擁抱多元化，並致力於營造公平嘅工作環境。透明同埋信任，我哋保持開放嘅溝通渠道，確保管理層與員工之間建立透明並且互信嘅關係。我哋深信唯有將員工嘅幸福與企業嘅成功結合埋一齊，才能真正成為卓越嘅僱主。我哋公司採取多元策略，從促進溝通、團隊建設、個人關懷、彈性工作安排、學習、發展機會同埋健康關懷等等多方面着手，全面提升員工對工作同埋企業文化嘅滿意度。首先，我哋重視開放溝通嘅環境，透過每月舉行嘅員工大會、意見反饋機制，以及主管與員工1對1嘅會談，確保信息流暢，令每一個員工都可以自由咁樣表達佢哋嘅意見，並感受到公司對佢哋嘅重視。此外，為促進團隊嘅凝聚力，我哋亦都建立員工關懷委員會，負責策劃每月嘅各類活動，增進同事互動同埋合作，營造更加融洽嘅工作氛圍。喺關懷方面，主管都會定期與員工進行面談，深入了解佢哋嘅需求同埋工作嘅感受，並提供必須嘅協助同埋支持，確保每個員工都能獲得適時嘅關注。我哋亦都提供彈性嘅工作安排，讓員工可以根據佢自己嘅情況，靈活咁樣調動佢工作嘅時間，幫助佢哋喺工作同埋生活之間取得平衡，減少佢哋嘅壓力。在學習發展方面，公司亦都提供多元化嘅學習資源，包括內部嘅培訓、外部嘅工作坊以及進修課程嘅補助，幫助員工提升佢嘅專業技能，增強自信同埋成就感。最後，我哋都非常注重員工嘅身心健康，推行健康計劃與心理諮詢服務，確保員工能在健康嘅情況下全心投入工作。透過呢啲策略，我哋致力打造於一個積極、友善並且相互支持嘅工作環境，讓每個員工都能感受到公司嘅關懷，並對工作與企業嘅文化充滿信心與認同感。為咗更好滿足員工嘅需求，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唔同世代工作嘅偏好，提供有針對性嘅支持。靈活嘅工作模式係關鍵，提供遠程、混合辦公以及彈性工作時間，讓員工能夠自由選擇適合自己嘅工作方式。透明嘅溝通與包容嘅文化同樣重要，應建立開放嘅反饋制度，鼓勵跨世代嘅合作，並推動多元文化嘅融合，營造和諧嘅工作環境。此外，應該為不同世代度身訂造個性化嘅成長機會，設計專屬嘅培訓計劃，幫助員工在職業發展中實現自我提升。技術嘅支持亦都唔可以忽視嘅，可以引入遊戲嘅方法來提升工作效率同埋參與感。同時，獎勵機制更加要多元化，通過金錢嘅獎勵、帶薪嘅假期同埋晉升嘅機會方式，滿足不同員工嘅需求。另外，心理健康同樣不能忽視，提供相關支持服務，並倡導工作與生活嘅平衡，幫助員工保持良好嘅身心狀態。最後，持續改進係唔能夠缺少嘅。通過定期嘅調查，收集員工嘅反饋，根據實際嘅情況，靈活調整策略，從而不斷優化員工嘅工作經驗。呢個措施嘅核心係在於靈活性、
促進溝通，實現個性化嘅發展，並持續改進，以適應變化嘅需求。我哋希望打造一個積極、開放同埋長期進步嘅職場文化，令每一個同事都感受到我哋企業嘅用心，可以同我哋一齊成長。